發問嘅時候咧，就除咗把握時間之外咧，亦都係基於事實發問啦，同埋記得咧俾時間對方去回應㗎。根據早前嘅抽籤結果啦，首先發問嘅就係1號胡志偉嘅名單，你有6分鐘時間，你可以開始啦。好，我想問下陳鑑林嘅團隊，其實陳鑑林咧係資深嘅議員啦，亦都係民建聯嘅核心成員。喺今次出現咗副局喺呢個係梁展文嘅事件，當你講咗係立法會成立調查梁展文嘅事件，都係一個文革批鬥咧，我就喺好多論壇都見你唔到，好似係避開咗呢一個問題。我想問下陳鑑林，你點解會用文革去形容立法會議員去監察政府嘅施政係一個文革嘅行為？我想問下，如果立法會議員去監察政府嘅施政都係一個文革嘅批鬥，喺呢10幾年，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究竟你做緊啲咩嘢？係咪做緊紅衛兵，還是就係只係去阻止我哋立法會議員去監察政府嘅施政？如果立法會議員喺議會唔需要監察政府施政嘅，咁其實你入去議會做啲咩嘢呢？係咪可以考慮係全面退選呢？民建聯嘅成員胡志偉先生，我對於你呢一番嘅言論呢，我感到非常之失望，因為你本身呢，未有聽過我講過任何嘅説話呢，我哋聽過你就作出呢一個結論呢，呢個係錯嘅。我哋睇咗喺報章上面嘅報道，我哋從來冇反對過我哋要調查呢件事。相反嚟講呢，我哋對於目前呢一個咁嘅情況，我哋係非常之反對。我哋對於官商勾結或者係貪污，甚至到咧係瀆職嘅情況咧，我哋都係非常之講到好義正辭嚴。你要唔要我答先？你要唔要我答先？你應該要俾我答嘅。我覺得目前嘅情況咧，我哋係應該要先了解咗情況，然後先至可以講咧。我哋要調查，先至可以有個結論。你係咪認為我哋每件事咧都應該要先做個調查先？但係你要知道，如果我哋完全冇任何調查，你就作出一個結論咧，呢個係錯嘅。就係因為梁展文嘅事件係影響到政府嘅施政，我哋係要有一個法治嘅精神。令人擔心，你作為一個候選人，你完全咧在任嘅時候係犧牲市民嘅利益而換取退休之後嘅係高薪厚祿。我話你聽啦，你睇下連特首都行出嚟咧，要求唔中意係交報告。如果你咁樣你都覺得或者係貪污咧，我哋係非常之反對。如果你連咁樣都覺得係唔需要做嘅話，你係失職。你覺得我覺得你應該係要考慮退選。我哋完全咧係要對事，唔可以對人。我正係對事。我哋過去嗰4年，你睇下民主黨，正就係對事。民主黨貪污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連特首都提出要如中要交代報告。我哋觀塘區有2個區議員梁展文嘅事件係出現咧，究竟係發生啲咩問題？係被廉署